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家庭礼拜，题目是做神忠心管家。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提摩太前书1章12节。Sakatzaino Timote sakatzaai Jepang mutep iraku dosa dosir。你感谢kaku tu tapang ita ci Yes Kristoan。Now hani ku paizu lai jingra ita kuanan. Mata tu sungai nengen ningra kaku saka. Turu en ningra kaku pakatayal tu tayal ningra。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保罗曾经是个杀基督徒，抵挡主的人。主在大光中向他显现，主完全赦免他的罪，并且用圣灵充满他，呼召他服侍。所以保罗非常感激主耶稣对他的爱。他过去是一个杀人凶手，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伤害耶稣。可是主耶稣完全饶恕他，为他舍命。所以他那么感激主耶稣对他的爱，就全心全意的侍奉主，忠心的侍奉。因为他向着主耶稣有忠心，所以主耶稣就差遣他，派他去服侍。你在许多见证者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神的道是交给那些忠心的人，他们自己忠于神的道，忠于真理，忠心的顺服神。不但自己遵守神的道，神的真理，也忠心的传递神的道，把神的道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让全备的福音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神需要的是忠诚的耶稣基督精兵，只有那些忠心的人能够传承全备的福音。神的管家要经管神的奥秘事，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若盼望成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就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主。你要在圣灵里与主耶稣面对面，从主耶稣得着第一手资料的智慧和知识。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包括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我们可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要注视耶稣，不要常常看自己。保罗的眼目常常充满耶稣，他的意向就是耶稣，他一直追求耶稣，要完全得着耶稣，也要完全被耶稣得着。他一直往标杆竭力奔跑，所以他没有时间管别人的坏话闲言闲语。我们也是一样，要学会将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真的看不清楚，只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显明。曾经有一个在音乐方面很有才干的英国宣教士傅能人，他在100年前进入了云南地区传福音，在傈僳族服侍了好几年，被埋没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服侍了好几年，才看见很多人信主。
他说，所有灰心丧志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我们要抵挡灰心，就像抵挡罪恶一样。有时你侍奉好像看不见很大的果效，灰心沮丧进入你心中，这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我们为耶稣基督所摆上的努力，所成就的事情，只有将来在天上，你才会看到成绩单。我们要衷心的培育与主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亲近主，等候主，与耶稣有爱的相交，衷心的培育与主耶稣之间的爱情，不要失去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起初的顺服。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需要，或者是有服事，才要来祷告主。一个先生不能只在要求太太帮他洗衣服的时候才跟他说，太太你帮我洗个衣服，然后其他的时候都不跟太太讲话。他应该跟太太有一个爱的关系，他们跟主耶稣之间应该也是这样。在你生命里最要紧的是过一个继续不断在里面亲近神的生活。如果我们与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自然会有服侍的力量，侍奉的恩膏。所以我们要在这事情上忠心。一个公司的老板若需要把公司要紧的印章、支票、存折、贵重物品交托公司的一个职员，他当然是交给最忠诚可靠的人。这人不会挪用公款，也不会随便乱盖章。如果你向着主忠心，不滥用神的恩膏，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所说所做的合神心意，都是代表耶稣，主耶稣才会帮你盖一个章，承认你确实是奉他的名说话行事。耶稣把他的名字、他的同在、他的全能、他的恩膏交给那些忠心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经常与耶稣亲近，而且向主耶稣无条件的降服，神自然会把他神圣的恩膏更多的加给我们。神圣的恩膏是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